根据起诉书内容，里头提到 R. Kelly 从1998年至2010年都有犯案，共有4位受害者，受害者年纪介于13至16岁。而芝加哥警察局首席发言人在推特上表示 ，R. Kelly 需要负担100万美金（约台币3075万元）才能获得保释。此外 ，R. Kelly 也被要求缴交护照，并且禁止他与任何18岁以下的人接触。R. Kelly 丑闻缠身，2008年时便遭指控藏有儿童色情物品，而这次的性侵丑闻外，还有许多女性指控他性虐待、禁锢等控诉。日前被爆出时，他都否认犯行。而在今年1月，美国知名电视播出纪录《Surviving R. Kelly》，内容刚好提及 R. Kelly 的性侵丑闻，时机敏感，引起外界热议。影片播出后，多名女性现身指控多年前受到 R. Kelly 性侵，事件因此爆发。